呀，我说的大师系的人你们好，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时刻，我们今天的就是第18课的教导，我朋友说的祝福赐给你们并且祝福你们的，要说保佑你们今天的话题的教导就是啊。如果我们的仍然继续犯罪的话，那就是那敬拜有什么用的话，我们就是要来问一下这个问题。我们的就是我们的有敬拜有什么用的话，如果我们是有继续犯罪的话，那礼物就是非常简单的。我们先读一下这个圣经的话，在以赛亚书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59章到第2节，如果上帝是这样说的话，你有敬拜有什么用的话，你要认真听一下这个教导如果你们懂得法语的话，就是你可以关注那个法语英语就是可以关注那个英语，普通话就是可以关注那个普通话。亚法的帮庇并非手段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成的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也是你们的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的祷告。这边那个真正的上帝就是说他是不听罪人的祷告，他就给你就是给你隔绝的话，跟上帝有隔绝的话，就是对那个罪孽的，就是如果你相信那个上帝的话，就是在那个上帝上面。假如是你的身份是犯罪的话，就是这位上帝就不会听你的祷告，这个就是叫你浪费时间了。为了这个，就是要我说的谁家要引导你到要我说里面的到他那里才能除掉你的罪。为了这个，就要我说的大师就站出来，为了你着迷了，叫那个世人的要看到这个，我想传给那个世上的善良，叫你犯罪。如果你是继续犯罪的话，那上帝就不听你的道。这个上帝记得非常清楚的话，他就是说，如果你犯罪的话，他就不听你的祷告。这个就是限制的道。以色列的先知是这样说的。我们来读一下在那个申命记18章15节，就是在你们的以色列中的先知，你们必须听从他的道。申命记第18章到第15节到19节。亚法你的神要从你们的兄弟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就是你要听从先知的话，那上帝都通过的先知来给你讲话的。这边这个教导是非常清楚的。18节他就是说，我必在他们兄弟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我要将我的话传给他，他又将我的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谁不听他放我的命所说的话，我必倒谁的罪。那就是那个先知就说，先知的就是说先知的话就是说，上帝不听的放罪人的祷告，所以你有去你有敬拜什么用的话，就是你有去那个教堂，都是浪费你这个时间，你做这个做那个都是浪费你的时间了。如果我们再继续读那个圣经的话，在那个箴言在那个第50章。箴言第15章到第8节。恶人的献祭为亚法所憎恶，正直的人知道为他所喜悦的，就是他做这个献祭的时候，就是在他面前是个憎恶，就是有人有敬拜的时候，他就想把自己的上帝成为一个献祭的话，那这个你就是真是那个知人的祈祷为他所喜悦的，这个就是非常清楚的话，只要你恶人的话，这个就是不行的。在28节那里，他就是这样，我们就一起阅读这个上帝的道。
在29节箴言15节29，亚法远离恶人的，却听义人的祷告。你要认真听一下，就是上帝就不会听恶人的祷告，他就不听呢犯罪人的祷告。这个就是随便，如果你要去了解在这个最恶下的，我现在不说那个心理先说，我们首先通过那个全说那个先知啊，那个就是那个古老的先知，那个先知从那里就是说过，上帝不会听恶人的祷告。你要去那个敬拜的话，都是浪费你的时间。我对你说就是那个，你说必须要犯罪的话，就上帝没有不听你的祷告。那上帝不听的祷告的时候呢，你有敬拜有什么用的话，你不会再去掉教堂敬拜的话，你要留在家里。为了这个，我就给你讲了，你要到耶和华这边来，因为只有在耶和华有这个能纠正的办法。有些你到耶和华里面才能不犯罪，有些人可能说这个是不可能这件事情，这个是可能的事情。你现在已经传给这个教导，在这个地球上的全球上已经有几千人的都已经活在这个里面。这个你要进入，是不进入的话呢，就是你随便。但是现在劝你要进来的话，我的话就是到这里。我希望你们都能想通了，能转过来了。那我们一起祈祷，敬爱的父耶和华，荣耀归你感谢你这个教导，为了给我们出这个意见了，因为你从来不听那个恶人的罪人的祷告，没有人不会除掉他自己的罪都是犯罪。幸好耶和华来，就是你差他来的，他已经过去了。这个民族也被灭绝了，整罪的计划也被灭了，就是要叫人的从这罪里要解脱出来，这个也没叫了。非常感谢你亲爱的父耶和华和耶和华，因为这个是可以诱导了，为了教人的要转过来你身边的。敬爱的父耶和华，叫他们都知道你的真理因为这个真理必须要进行的，要叫他们从罪解脱出来。亲爱的父耶和华，真证据他们在耶和华里面能够得罪。荣耀归于你们父子俩，我奉耶和华的名字做了这个祷告，哈利路亚，阿门。我就说耶和华祝福你们的，就是在听中这个教导，就是让你们的要相同，我们就在。